大家好，我係 Fely。小朋友，你哋認為做嘢嘅時候，係咪一定要去到完美先係最好嘅呢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，書名係《完美的熊先生》。喺開始之前，邀請你哋先撳個掣 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先啦。如果準備好，我哋又一齊嚟睇下呢本故事係講咩㗎咯喎！完美的熊先生，你哋睇眼前嘅呢位熊先生係一隻完美嘅熊嚟㗎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首先，佢每日返工都一定要着住一套已經燙到非常整齊嘅恤衫，而且仲會戴住一條手巾啦，兩隻錶，避免佢自己會遲到啦。帶住一把雨傘，費事自己會淋雨啦。仲有佢嗰部永遠都係保持住100% 電量嘅手機。最重要嘅係，每次出門口佢都會着2對襪㗎喎，以防其中一對襪爛咗，佢都可以更換。你咁樣就可以睇到佢究竟有幾完美啦。唔止咁啊！每個朝頭早，熊先生要花足足2個鐘頭整理好佢嘅公事包。除咗執走一啲唔用嘅物品之外，仲要確保自己唔會帶漏任何一樣嘢。至於佢要去交俾老細嘅報告呢，仲係會印出好多份㗎喎。佢好擔心，如果其中一份唔見咗，又或者爛咗嘅話，佢就冇嘢可以交啦。都係因為呢個原因，直到而家佢嘅老細都係好欣賞熊先生㗎。仲有啊，每一個夜晚，熊先生總係會穿戴整齊咁樣上床瞓覺。喺佢嘅左手邊，熊先生會擺好佢嘅黃色眼鏡、第一個鬧鐘同埋一部插滿電嘅手機，而喺佢嘅左手邊呢，就會放低佢嗰2隻綠色嘅錶同埋第2個鬧鐘。熊先生相信有2個鬧鐘，佢就唔會唔知醒啦。冇錯，熊先生嘅每一日都係咁完美㗎。某一日，好彩有好完美嘅熊先生，居然買到完美嘅吐司喎，係一個完美無瑕嘅吐司啊！佢就決定將呢一個吐司當成第2日嘅早餐，咁樣佢又可以過一個完美嘅早晨啦。一返到屋企，熊先生就即刻將嗰一磅吐司擺咗喺餐台上邊，而且仲喺麵包隔離放好咗牛油啦、果醬啦、餐刀啦，仲有佢嗰隻用嚟浸水嘅水杯。佢覺得只要咁樣擺好晒，第2日佢就唔會唔記得㗎啦。到咗夜晚臨瞓嘅時候，熊先生仲同佢嗰個完美嘅吐司講晚安添啊！慢慢咁，熊先生就眯埋咗隻眼。喺佢就快要瞓着嘅時候，熊先生突然諗到一樣嘢喎。熊先生諗到，如果嗰磅吐司突然俾2隻老鼠仔偷走咗嘅話，咁應該要點算呢？佢唔想第2日冇早餐可以食啊！於是熊先生即刻落咗床，佢攞住嗰磅吐司擺咗入個夾萬裏邊，而且仲鎖咗3重嘅鎖添啊！唔止咁啊，佢又擺埋嗰啲果醬、牛油喺個夾萬裏邊。
佢當然都係害怕老鼠仔會偷咗佢啦。正當熊先生準備再去瞓覺嘅時候，佢又突然諗到另一樣嘢喎。熊先生諗到，萬一夜晚有幾隻螞蟻爬咗入個夾萬裏面偷食嗰啲麵包嘅話，咁應該要點算呢？熊先生唔想第二日食到一個唔完整嘅吐司啊！結果熊先生又爬返落床，然後即刻將嗰個吐司擺咗入個雪櫃裏面。佢相信只要個雪櫃裏面夠凍，螞蟻就一定唔會爬入去。唔止咁啊，熊先生仲諗到佢要先將個焗爐預熱，然後又要較早少少鬧鐘，費事第二朝早唔夠時間。仲有啊，佢要將佢嘅麵包刀、牛油、果醬同埋洗潔精擺喺當眼處，咁佢第二日先唔會唔記得。呢一個晚上，熊先生做咗好多準備功夫，為咗俾佢自己可以食到完美嘅早餐。但係都係因為咁，熊先生搞到好夜先瞓覺。結果第二朝居然起唔切身啊！佢唔單止食唔到佢嘅完美吐司，連返工都遲到啦！呢一次係熊先生有史以嚟第一次遲到，佢心情非常低落啊！佢覺得一切都俾佢搞禍晒啦！佢覺得自己唔再係嗰個完美嘅熊先生嚟㗎啦。去到午餐時間，熊先生就好苦惱咁喺度諗，究竟有咩方法先可以確保佢第二朝早食到嗰個完美嘅吐司？佢對自己講：我一定要準時返工啊！因為我係完美嘅熊先生啊！為咗做到呢一樣嘢，我一定要更早準備先得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熊先生諗到一個好辦法喎，係一個令佢可以提早超級多去準備嘅辦法。到咗當晚嘅9點鐘，熊先生居然開始喺度執嘢喎。佢攞咗一個大膠袋，然後擺咗佢嗰磅完美嘅吐司入去，又放咗麵包刀，仲擺埋果醬同埋牛油添啊！更加誇張嘅係，熊先生居然帶埋佢嗰個焗爐啊！究竟佢想做啲咩嘢呢？當熊先生準備好所有嘢之後，佢居然走咗去嗰個巴士站嗰度等巴士啊！熊先生究竟想帶住佢嘅早餐去邊一度啊？到咗夜晚11點鐘，你睇，熊先生竟然喺個睡袋裏邊瞓緊覺啊！而且佢仲喺佢間公司嗰度瞓緊覺添啊！嗰個完美嘅吐司就擺咗喺佢嘅台面，而嗰個焗爐呢，亦都擺咗喺旁邊嘅櫃嗰度。睇嚟熊先生係打算，只要佢一直都喺公司，咁佢就可以享用佢完美嘅早餐，而且仲唔需要遲到添啊！結果熊先生又變返做佢原本非常完美嘅樣子啦。咁今日呢本故事就講完啦。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
有咩都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